继续来关心，昨国道3号伫个斗六的路段，有一台新竹科技公司包的游览车要去员工旅游，所含一只轿车相撞，拢总造成4个人死亡，17个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这只游览车的司机超速，切车道时阵无设置发生意外，目前涉嫌过失致死等等的罪嫌，司机获检方申请羁押。 游览车的挡风玻璃规片拢破去，车头毛几落的所在，车链仔也无去。边仔这台银色的轿车并车弄过了，规台拢变形，警消出动抢救，不过车顶2个人已经无性命现象。自小客上面2人，游览车上面2位欧卡。在这个游览车上面一排一家伙4个人。 其中员工的驾校一对母仔囝，虽然有下安全带，不过因为撞击的力量伤大，座位边仔的窗仔门破一空，12岁查甫囡仔当场死亡，妈妈送病了也救袂大。规家伙出去摄影山拄着意外，做爸爸伫咧意外发生了，带查某囝伫咧殡仪馆等法医到场的时阵，出来甲后生告别。 互人看了真艰苦，包括这对母仔囝甲轿车内面的驾驶甲乘客等4个人的遗体，昨晚拢完成相检。代志发生伫咧2日早起9点外，新竹有一间科技公司的员工家庭日包游览车机混临赶客游乐园耍一天，其中一台游览车发生严重的车祸，造成4个人死亡，17人受伤。共且其他员工讲，游览车伫咧驶时阵就无啥稳。他的开车的那个。 方式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感觉上有一直在超越其他车，然后就是开车不是很平稳，就是会一直晃。我拢调110，哦，有人家调过100，好车的时啊，我有再紧淡薄啊，因为因有讲赶时间。驾驶承认为了要赶时间有超速，警方查看小青大饼的行车记录纸，也确定有超速。根据公路局的监理资料。 这台游览车的车龄差不多11年，顶一面检验拢正正常。姓陈的驾驶民国85年摕到营业大汽车的执照，无酒驾的记录，但是有10件违规的记录拢已经结案。公路局已经做事故应变小组进行处理。记者综合报道。